近年香港多次發生建築物倒冧嘅意外，對負責搜救嘅消防員嚟講都係新挑戰。消防處就特別增建專門訓練坍塌搜救嘅場地，等消防員可以熟習唔同嘅環境。梁家寶去睇過。遇到唔同嘅冧樓事故，消防員為咗拯救傷者，需要喺狹窄嘅管道搜救，用電鑽開瓦礫。因為實際嘅工作情況咧，用生命探測器揾出傷者嘅位置，有發現啦，再將傷者救出。8分鐘嘅演練咧，消防處喺2009年成立咗坍塌搜救專隊，為咗提高佢哋應付唔同意外嘅環境，處方喺上水用500萬興建咗坍塌搜救專隊訓練場，以模擬唔同嘅坍塌場景。如果係一個工廠大廈嘅，佢係坍塌，你會期望入邊有啲乜嘢呢？家具會係重型嘅，金屬嘅又會多嘅。咁個搜救嘅策略呢，係完全係需要我哋個專業判斷去進行配合嘅。面對大型嘅坍塌，咁多嘅瓦礫，有時單靠人力未必能夠完成到搜救嘅工作，就要依靠搜索犬嚟到幫手啦。消防員抱住搜索犬由高空吊到搜救嘅場地，搜索犬去到現場之後，就會利用嗅覺進行大範圍面積嘅搜索。有生還跡象發現。搜索犬發現生還者之後，搜救員隨即將佢救出。今年6月9日，屯門建群街嚴逢倒冧嘅事件，就係由搜索犬確定現場有冇傷者被埋。專隊仲設置咗坍塌搜救車，配備獨立發電機、生命探測器等等嘅器材，協助搜救工作。亞洲電視記者梁家寶報導。衛生署